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持续在俄罗斯边界区域飞行，这使俄国颇为担心。俄罗斯国防部长认为，美军轰炸机正在进行对俄罗斯发动核武打击的相关训练。据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是在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视频通话时提到他对美国轰炸机动向的猜测。国际刑警组织第89届大会星期二在伊斯坦布尔开幕。这次历时3天的会议的一项重要日程就是选举日程事务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该组织新一届组织。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以及督察湖滨镇居着执委和阿联酋内政部监察长阿赫姆德内森奥尔莱西少将竞选主席一直引发外界最大的关切与质疑。批评者认为，如果湖滨镇和奥尔莱西当选，中阿两国就可能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全球网络去抓捕流亡的异议人士，甚至是国内的政治反对派。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21发布，2020年人口出生率为 8.52%， 首次跌破 10%， 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 1.45%， 人口出生率创新低，同样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另一方面，中国因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社会批评。欧盟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已拨款高达350万欧元用于白俄罗斯边境的资源遣返。冯德莱恩还提到，伊拉克已经开始收回其公民。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祖国之光党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决定将党主席一职移交给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纳扎尔巴耶夫在统治哈萨克斯坦28年后，于2019年3月19日辞去总统职务，继续担任祖国之光党主席。周二，欧洲议会负责起草新科技法规的主要委员会通过了可能影响主要科技公司的措施。在该法案监管范围内的公司包括谷歌、苹果和微软等。违反法律的公司将被处以已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20% 的罚款。周二，在东突厥散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的组织下，一群维吾尔人在伊斯坦布尔巴西克斯塔区的巴巴罗斯公园举行了示威活动，以抗议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被提名为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以及中国在国际刑警组织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